舒伯特被認為係古典主義音樂最後一位巨匠，雖然佢得31歲命，但係就創作咗近600多首嘅歌曲、18部歌劇、歌唱劇同埋配劇音樂、10部交響曲、19首弦樂四重奏、22首鋼琴奏鳴曲同埋4首小提琴奏鳴曲，當中包括《美麗的魔方女》、《冬之旅》、《魔王搖籃曲》、《朱鸞魚》等等多首知名作品。舒伯特被後世認為係一個懷才不遇嘅天才，佢生前嘅作品大部分都冇乜人聽同埋欣賞，唔係佢唔叻，但係佢完全唔識 social， 唔識表現自己。直到佢30歲嗰年，先俾朋友勸掂，開佢第一個個人音樂會。雖然取得空前嘅成功，但係1年之後，舒伯特就病死咗啦。佢曾經喺書信提過，我覺得自己係世界上最不幸、最可憐嘅人，真係可以話，如果你願意一針一針一針地抹開我的心，你會悲傷，你會流淚。